动吃，来做事。你係苗栗頭份嘅客家人嘛？苗栗頭份嘅客家人。錯，苗栗頭份。我阿婆啲嘅苗栗嘅南莊，故說大擺愛去阿婆嘅屋企，就會經過三班。苗栗嘅三班。我唔錯，你點我知嘛？係在全台灣客家人嘅比例最高嘅鄉村。因為呢個客家人棟多誒。非常非常的多。非常嘅多誒。故說你都得看影片。全部就係客家鄉下嘅風景，你都得看到安多嘅田地、客家嘅屋嘅安樣。好山好水。好山好水。阿婆嘅屋係邊啲？第一片山檔啊！阿婆，等待你一生玫瑰嘅阿婆佢識裝山歌哦。東好食，東鄉嘅茶。係啊，阿丁姑，你啲做乜解有奉茶嘅故事冇？乜嘅故事啊？乜嘅故事？因為較早嘅時節啊，客家人係傳統嘅農業嘅社會，故所做些嘅人當上網打拼。係上網打拼。你係當辛苦。係。故所啊，有一些人啊，當有心啊。就係特色按樣嘅茶田啊。本人來吃困，來奉茶，來食茶安樣。哇！一就係客家人嘅暖心，懂暖心，有熱情嘅地方。錯。其實啊，呢個三灣懂有名，有很多懂厲害嘅人。懂厲害嘅人呢？今天要帶你來見一位客家草苗嘅全國冠軍。你說小草嗎？對。客家小草。對。那糖肉就。很興奮，對不對？肚子搖啊，肚子搖嘞！肚子搖哈。你給我等一下，現在的這個情境太棒了。我們離開之前，你用啥唱客家山歌好冇？好啊。新大茶壺下狗眼咯，愛嘿喲，愛嘿喲，下就愛嘿眼咯。愛嘿喲，演出愛嘿下個兩人咯，兩人喲，下就真有緣咯。哎呀，咁厲害耶！哎，來去示範哦。來去示範。哎，夾。哇，動嘢，金半日。金半日真嘅動嘢。謝鄰居，哎，小妹，安坐。今晡日帶來一下美國嘅客家朋友阿丁姑，阿丁姑好。哎，謝鄰居好哎。佢會來學客家嘅料理。外國朋友學客家料理哦。哎，冇唔錯嘅。啊唔會哦。哎，你啲下做乜嘅？洗羅皮錢。羅皮錢係乜嘅東西啊？羅皮咧。哎，羅皮。那個水泡泡的那個篩，像錢用的，像那個銅板的錢，你係張篩的啦，該做篩的，哎，做得吃冇？該做得按個凍硬，硬的，硬的，很硬，有軟一點的，好，拿軟一點，那太硬的，用手把，哎，這蠻軟的，對，這比較軟，剛剛那太硬了，很酷誒，哦，那個蘿蔔好。有香嗎？懂用哦，有香嗎？有。哇，這個嘴巴都是蘿蔔的味道，好香哦。一點點鹹鹹的。你看你篩，按你篩，要篩差唔多3日。3日。嘿，要篩3天。等一篩。嘿，要等一篩。我等一篩，嘿，來試看看。
阿丁哦，安尼哦，很会哦。就这样哦。哦，按松糕呢？哇，按松糕，哎，哈就成功啦。是不是很厚啊？对，不会。按你塞一张做的，好。对。哦。你按你塞住像干你形状，其实萝卜前就圆圆，知嘛？圆，嘿，圆就哈，你哈就我按你太地塞哈好些，哈好熟。圆就哈细地，哈唔好熟。你会吃看吗？直接吃吗？试看。吃看，好。哎，这种是，那还蛮该东西啊。有难度哎。冇平，冇平啦，冇平。哎，做对。哎呀，做对。太细冇平啊，喊你记下你的比较漂亮。顶部下位。对啊。不过有懂贴片。阿丁姑係真正的客家人。美國嘅客家人。所以3天之後就做得吃。熟了，不用恒温，本地。哦，有了。講。因為我冇看過蘿蔔簽，蘿蔔簽做乜嘅料理？蘿蔔前做得做當道料理，佢做得煮湯，嗰個炒，我哋擺去乾卷的糉咧，做有老料，客家小炒糉，還有冰料蘿蔔前。我哋有機會試到客家小炒糉。客家小炒料理嗎？有啊，有機會哦。耶！太好了。客家小炒糉，我们先把猪肉切丁，你看这是不是像丁？哇，一般你吃，嘿，同样一般嘿，是客家炒用迄长诶，一条的，啊，你啊迄棕诶，啊，伊老去切到细块咧，吼，你过天呢，来做冰，你啊煸好了，吼，啊冰豆腐干，那要留个猪肉料理来，像冰豆腐干，两个加有咸煸的哈哈诶。都是切小丁的。对，都是。小的，对，小的，两面黑啊，用啊，两面黑哦，两面黑。哦，这香味，很懂香哦，慢哦，你安尼香味冇当香，口南水都出来咧，係嘛？等下最好食咧，等下鹹哦，係嘛哦，係啦，扣音唔嚟到喎，扣音唔嚟到喎。下鹽。啊，別煸上來，加下來去葱葱白，咩丁，嘿，也是切丁。对，标准的客家小炒是加什么才叫做客家小炒？標準嘅客家炒肉一定要有豆腐乾，有香嘅，有豬肉，你啊三樣係基本嘅，個葱咧芹菜，嘿，你係基本嘅。哦 ，OK。芹菜咧係基本嘅。哦，加進去了。加進去要炒香來，要炒香來。哎，炒香啊。嗯。你係咩秘密武器哦？哎，秘密武器。哦，愛啲哦。香，很香。你係乜嘢啲？炒葱。香油，你客家人講香油啦。香葱頭炒嘅。香葱頭炒嘅。紅葱頭。啊。哦。全部炒起來。係炒好了，我哋冰咧。哇！阿丁哥有食過客家嘅粽嘅冇？客家嘅粽嘅冇試過，不過我其他的有吃過，還有我試過原住民嘅。原住民的。嘅粽子。其實個原住民。董後生。我試過最好食就係客家嘅乾卷咯。乾卷哦。你係卷菜。我試過有加香蕉嘅粽子。哦。對。很貼切。香蕉和糯米。我哋哈，按你做好了。謝玲姐，你做得有什麼？哦，做嘢嘅啦，做得啦，細啲啲咧。做得。做得。你有準備？
哎，对，有做咩？有出鼻耶。哎，我们北部人出门一定会在口袋放一个汤匙。没错，要来雪玲姐这边一定要准备这个。对嘛？嘿，哦，你睇这边没有汤匙，对不对？唔睇有啥嘢？哈，我教你等下读中嘅饭，好嘛？我被钱。会痛喊吗？我们这个大小的量算是偷吃吗？正大光明，正大光明吃，连闻就快上天堂了。有香嘛？有，我客家人吼，当群添呐吼，我哋做嘛要用米嘅，我哋油，我倒落嚟搅饭呐。哇，浓厚深哦，好什么？有菜嘅米，有海鲜嘅米，海鲜嘅米，有猪肉嘅米，猪肉嘅米，哇，整个嘴巴好像在放烟火，爆炸，有嘛？各种口味，但是都很融合在一起。好什么？厚色，真的厚。太厚实了。系嘛？好色，你做啲包装嘅好嘛？好。我以前是有吃过台湾的粽子，算是好吃啦，但是像端午节的那种是有一点油，然后包香菇、蘑菇，还有一些肉。但是我印象最深刻，应该就是说我以前吃过泰雅族的一种像粽子，然后他们就是用它煮通饭的概念来做一个粽子，然后还糯米里面也是放香蕉，那香蕉是我最爱的水果，这两个加在一起，我真的是哇天啊！我现在想到，我还是会有一点流口水的感觉，对。好，一同子，我俩了诶。那，锅翻，轻诶，小锅轻诶，再握下去。轻转，哎呦，你很厉害耶！轻转，轻转了一滴滴嘞，哎，反转了，反转来，变转来，对没？变转了，你看，念嘞，念不有形状啊？哎，有三角形，念变快看牙，还没有三角形。喂，有冇？有哎，懂三角哎，懂三角来，你看来过后嘞，哎，来用片摘起来，来，没，念唔错嘅，念唔错嘅。你安尼，你看，看咧，用片，折转来，转来，强的如果我们是跳，唔跳太力嘞，好，安尼，你看强的折转来，啊，没，你就安尼，念，哦，你那变转了，哎，安尼，哎，哦，强的折转来，就一个三角形嘞，哇，压底，你看，还有牙唔错。有三角形吗？来，你要烫嘛？像你的比较漂亮，是吗？牙母三角形呐，来，我让你揪，来，安尼，来揪一下，好，揪下去，这样来转来上去，这样嘞。哦，再过来，哇，注意到三角形。我看到里面是已经有那个形状，对，有，来，你绑，有拿了，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嘛，你的三角形在哪里？在里面。等一下，我看。这个，它跑掉了，真的是跑掉了。来，国外的三角形比较圆，没错，这样比较漂亮。哦，哎，真紧呢。中间绑一下。哪个中间？这个中间。哦，这个的中间，好。绑一下。这样。再绑一次。好。再绑一次。这只手，把这绳子套进去，套到压片，操，哎，来出来，拉出来，没有，你没有拉到，你要拉到这个洞。哦，里面 ，OK， 对，好，拉出来，好，拉一下，好，这样子，从这里再绑一个结就好了，不要打死结哦，这绳头还在哦，好，这样子，啊，好像太松了，可以拉。来，你挡太，有吗？这样子，会哦，你玩有成功吗？成功哎！好，再过它，来，这样子一大匙，一大匙，好，大匙没关系。那我就不要客气。对，不要客气，它不会咸，不会咸，不会咸，yeah，干色会咸吗？不会，
不会，唔会。来，你来做动作。哎，我是一个很不及格的学生。嫁到台中以后，最想念嘅就爱嘅食谱，包嘅客家中嘅美食。其實講簡單，咪係冇簡單。今年5月節嘅時節，我要轉去，本想要講我會聽書記包粽嘅，唔過佢真緊東下來，就叫我在旁邊休息，叫我一起夾包。故所根本你算是我第一擺包粽嘅。拿金成功！漂亮！按你整就按你就差不多诶，等下就落去整，你就有色嘞。哦，还要蒸哦。哎呦，要整一 OK 好熟来给掌握有形状。小葱，哇！哦，你很南瓜吧？唔咩啦，你讲按它哎，做马该哎，丰富，按多碎梨哎，按用啥全部炸了哎，都在都在某哎。都在在好好在这都在，好，那整棵树就剪掉了。一起搬不是回家整。个是剪掉。动吃，来做事。这个也太漂亮的一桌菜了。哦！对不对天哪，我们从哪里开始哦？顶仔来开始说黑嘛，唔敢做嘛，该你。粽子，那我们就吃粽子好了。对好啦。好，好，讲真嘅，我第一摆的粽嘅底杯看到辣椒味，以外，以前吃的时候没有注意过有辣椒。好什么？太好吃哦，最后太好吃哦！我让你讲，你要那些鸡腿饼，没有人敢做客家小炒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的生意会超夸张哎，你会太忙，不行，太忙不行。太忙。太忙哎。你说忙，你们这家店是开几天？一个礼拜开几天6日，只有6日。目前还在6日啦，做唔得，按价啊，按价做开平日，因为我手甲痛无限的，身体会枯。嘿，身体会枯。而且东西又那么好吃啊。要他都会替配嘅预约，是有钱就舍得到。这一定要预约。所以你根本你都有运气呀，我们真的很幸运，这个一定要预约。吃得到这个谢玲记的手艺呀。我下一次在台北，人家说我带你去热炒吃客家小炒，就要打一巴，然后我就来这边跟你预约一天，我带他来吃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没问题。哇，丁固，其实你根本你还有其他的任务，还有还有其他的任务，还有哪个任务？我们要带走谢玲记刚刚晒的那个罗佩钱，对不对？都对，我们要去做罗佩钱的其他的料理。罗佩钱其他的料理，跟罗佩钱有关的。对，跟罗佩钱有关系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补充体力？对，所以我们要先吃饱。先吃饱。真有力。对，长有力。等一下就会走谁？好。这条路啊，就是我去看我阿婆嘅时节会经过嘅一条路。啊，无种菜嘅时节，佢哋就会种葵花。葵花。就是太阳花。太阳花。冻姜。冻姜哦。所以你就会来叶片来行聊聊。那阿丁姑，你有食过3万嘅梨冇？3萬嘅梨，我食過梨嘅，不過3萬嘅梨還蠻食到。哦，還蠻食過。係。3萬嘅梨嘅真有名哦。真有名嘅，做乜咁有名嘅？根本嘅我會帶你去請一下3萬嘅冠軍梨王。
大家好。廖太公，太公好诶，找你耶，嘿啊，这么多年，用到让我天数见你。好，哎，坐在天书某哎，走的，哎，坐的，走的。太棒了，我们马上上车。哎呦，真的要看到冠军的冠军遗王。中场。走哦3万个云霄飞车，真的，哇，根本你懂后呢，有转茶要加松哎，哇，很刺激对不对？虽然很慢，但还是很刺激的。明明知道很慢，但是还是有点怕。我整个屁股在震动。你要放手啊，这样。好像有点慢了。有你讲哦。哎，廖太国嘅脸，迄全3万董有名嘅董后生，全马盖，全3万，哎，全3万都有。超级甜。多了，都了，下餐咯。都眼通啊。我要来炸你咯，感谢。哎呀，要用下眼哦。哇，按多给你耶。那全部做得见。好啊，你来天数。哎，调个牛板炸卡好。我的3万里就全部收给张件，没好吹手的。哦。过年的是调年。是调年哦。调年一发酵，放牛奶，放豆浆，黄豆去磨，然后用酵素发酵。哇！发酵以后稀释、淋头。哇！像外国人享用诶。係啊。外頭外國人也係從小都係調年啊。調年啊，牛年啊。哎，炒。哇！哎，種都泰國哦。係啊，然後開始煎了。好啊。哦，哇！這個不用了切的。董太長。很厚啊。對，董太長。可以照片你。啊，怎麼該3萬個臉會這麼好吃啊？其實土質非常的優良。東洋太極年代用樹煎的煎不同，要天煎的董後煎，也要吃煎的嗎？哦，吃煎。好啊。你試試看好了。好，來，這邊拿好。做素娘蛋。沒錯。哇！OK。有咩上愛吃看？哎呀，來。哎，小心哦。苗店裡耶。哦。這個阿紅。哇！董家耶。出16。出16。好，來張炸一炸。哦哇！那個照片呢？哇！這個感覺也好大個哦。要不屌是？哎，這個是3胞胎哎。這是嗎？有3炸。哦。對不對？3胞胎。這個就破袋，被鳥吃的破袋。啊，快貼嚟。曬到太陽就這個就報銷了。這個就沒有用。所以它摸起來就比較軟。這2個就很好。哇，這個好漂亮。要是董江。又好肥哦，董太橋。這不算肥的。還有更肥的。哎呦，它還有可以保董胎了。打開來讓你們看看。哇。有2炸。2炸。你係南瓜吧？沒啦。按胎做乜解？有吃到養分了。我炸嘅時間係唔係就會炸老鴨？哦，直接炸哦，因為很細，對，可以拔開。哇！哇，這個圓圓滿滿的感覺，係都薑都黑嘅。這就好像比較大一點點。可以打開來看看。就單個的就。單個的是不是都比較大？就跟養豬一樣，養一頭長不大，養2頭、3頭，搶食，都會搶食。哦，它沒有在競爭。沒有競爭。哦。比如說我們3個人吃東西，如果是我一個人吃，我會慢慢的吃，因為全部都是我的。哎，沒有。但是有你2個加入的話，我怕被你吃光。對。所以我要拼命吃。哦。我的胃比較大。吃多了養分就集中在每一顆上面，所以留3顆會長得很大。哦，這個還不錯。哎，條筋係暢滿嘅，按多碎梨嘅，用啥全部
炸落嚟，做得冇誒，做得炸下來帶走做得。哇！哎呦，好，对，賺起咪貴，拍頭的、搶帶的，全部做得剪。好，那整棵樹就剪掉了。一起搬不是回家整。棵樹剪掉，整棵樹的白帶子的都可以剪。OK， 好，沒樹的剪掉了。不會。哇，按台嘅你耶，這裡耶，要小火的，冬天哦，做得是冇？做的是。好，來，來試一下，哇，你看啪啪的冬薑，啪，還看得出來它的汁，很漂亮哎，冬油水分大概哦，這冬多都13度以上，甜度啊是13度，哦，有11度就甜了啦，就是夠甜了，夠甜了。然後這個還13度13度這散度，唔有過甘蔗味道，唔會太甜，不會太甜嘅，果酸要清甜，哎，清甜又清爽，哎，清甜。真的是很消暑。夏天像这种天氣最適合這種水果，蒸起來都鬆鬆，哎，又有水分暗多哎，所以它長在夏天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對，沒有錯。啊，另外副產品，哦，用梨做的，梨做的飲料，梨子，然後有加一點木耳，白木耳，就打開就可以喝。我們來喝看看。使用前搖一搖，好，搖一搖。太高，夏天用白呢，冬天用熱水熱，哦，可以當早餐。嘿，一年四季都做得。都做得生我們挑選冇講動態有冇？哦，較細粒的，較細粒，較細粒的價錢還冇。賣相上可能沒有這麼賣相沒有說頂級的，哎，但是那懂後生呢，喝起來更濃，然後它的梨子的甜味好像更站出來。哎，對，哎，而且有飽足感。哎，對，我們錯。可以當早餐，可以當副食品。哦，好好吃哦，謝謝你哎。不過講到這邊，我們拿到這個好梨子，我覺得我可以去做料理。好，可以，等一下就靠你哎。哎，我以前也是一個外景，我們去做鹽場，然後灌的那個機器很好玩，因為它是就一台嘛，然後也要把主場這樣接上去。那個阿姨她就叫我跟那個填五羊，然後她就說哦，那換那個五羊哎，然後她在那邊做，然後那個腸子沒有用好。然後他很用力的按，然後那個阿姨就是詹之流，然後他就這樣一按，然後全部在阿姨的臉上，頭髮臉都是，哦，全部黑。動吃來做聲。吃料理做雕菜的炒七眼叉，炒豬肉，炒羅皮切，基本伊炸嘅，西嘅羅皮切咯。你強下去西嘅，好，冇錯。接來開始。好，一開始愛來處理雕菜的茄子，它的名字很有趣，因為它就是長在上面的，然後就叫做雕菜耶。這一道料理也是我自己親好生嘅一出料理。哇，你的切法也很特別。黑矮嘅架婆。是哦。對，他教我說一定要這樣滾筒式的切法。為什麼？因為切豆按鈕就是比較容易會煮熟。哦。就一半是外皮，一半是裡面的。它就是要讓它這樣子薄薄的。OK。因為煮雕菜嘅時節啊，如果沒有先處理的話，煮到後面你就會糊鐵，所以我們要先來
做一点点处理。来等一下呢，浇菜的我会先请盐，还要先泡一点盐。泡盐。因为等一下要来过油的话，体会很容易就是吸很多油。然后我如果先铺盐的话，就会破坏它的质地。所以了就我们跳油。OK。可以铺很多。很多。它这样子压一压，让它这个白白的，都可以碰到盐巴。OK。用一些水。谢谢。压它。好，不用一下，不用一下。接下来就要来开火，因为我去甲青蒿色调菜的，然后我架破，佮有啲个中调菜的，不说大摆转去佮个木卡，佮就会本来佮种个调菜的楼吃盐茶，根本你真正爱动感车谢礼记赞助了这个调菜的。啊，你投了他的调菜哦？对，他不知道。他没有啦，他知道啦，他知道啦。啊，看博主就知道。他知道。我会尽量把就是紫色的那一面朝下，它的那个温度够高，它就不会腐铁，它就不会黑黑的。OK。啊，你平常在家会煮饭吗？较会食。他不会吃。大约有300会吃饭。300会吃饭，没黑呢。有时候一天会吃到4次。哇！肚子有那么多空间吗？就在家里自己煮这样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就是这样讲，那我就是要吃。就色青豆白。Yeah。好，做对。哇！炸锅嘅香味，难怪你这么快被娶了。会被娶了，家庭嘞。对啊，很快就嫁掉。其实我还忙结婚嘅时间，我唔会煮饭。不会哦。唔会，一开始都唔会，就是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，然后才开始煮。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想要一起减肥。OK。然后就想，你有肥可以减吗？一口一次啊，一口一次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来处理猪肉，我用蒜头。猪肉有分大概部位吗？我都是直接就是去超市买绞肉。绞肉啊，直接买绞肉。OK。然后还有辣椒诶。因为我不是很敢吃辣，所以就感觉有点辣哦。一滴点就好。还有根本你嘅罗佩钱，冇错。有一斤水嘅，用差不多3片。哦，是先去泡水。对。为什么要先泡？有时候会很咸，痛寒。OK。然后像刚刚，因为这个我已经泡了比较久，骨手就冇暗寒。哇，泡完的罗佩鲜长得像豆皮，很像哦，应该冇乜该寒。冇寒。冇寒哦。对，所以就只是一个口感而已，对不对？蒜头。还有猪肉，不用下去，别香。有味道了吗？有。有吼。静闻就有。哇，先开始流口水了。做对，来不用，不用马改，不用罗佩钱。罗佩钱本人。罗佩钱，不用落去。好，调菜耶，不用落去。哦，开始有多种颜色。没错。
哦，做底不用吃盐菜。而且还等一下这个菜的香味，还有猪肉跟酸条嘅哇，整个被茄子吸进去了，开始有点那种呛的香味。有，我喜欢，加了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嘿，吃盐菜真嘅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懂香。你看它现在就不太会黑掉。哎，对，完全没有。那个雕菜色，嘿，就维持的还蛮漂亮的。然后蜜酒，蜜酒，先爱加一下酱油，香油。你的客家水烟厂冇？客家水烟厂。客家的水烟厂，黑冇？滴还滴。我以前也是一个外景，我们去做烟厂，然后灌的那个机器很好玩，因为它是就一台嘛，然后你要把主场这样接上去，然后你接上去，好像是要用膝盖还是脚去抵着吗？去按钮，你按那个东西，它会把里面的料灌进去，香肠里面的料。他就那个阿姨，他就叫我跟那个田武阳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巴西混血？有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，然后他就说那换那个武阳哎，然后他在那边做，然后那个肠子没有用好，然后他很用力的按，然后那个阿姨就是站姿流，然后他就这样一按，然后全部在阿姨的脸上，头发脸都是，全部哎，天哪，按最高哎。然后阿嬷，你也看不出来她在哭还是难过还是什么，很黑，连老公还以为她真的是水烟厂哎，好好笑哦，对，很闹。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用喊，我好像加太多调油。调油太多了，但没有关系啊。如果煮得很难吃，我可以演得好。没有很难吃，没有，我就说很难吃，我就说我可以演，只是有一点点，我是演员，一点点咸而已。OK。哇，好重哦！来，就是吊菜耶，海亮 bling bling， 猪牛炒七点菜，炒肉配芡，好食耶！我们刚刚有加了我们的蒜末，还有我们的水梨，我们现在要加这个姜麻姜。哇，那个味道啊！哇，有没有？有，很像。但还好是腌制它而已。哦，你那边有的小丁的，哇，你那边发生什么很难过的事情哎？因为我第六感很敏感哦。你还好吗？动吃，来做事。阿丁姑，嘿，刚刚你根本你爱带来一出真厉害的料理耶！哎，唔错。安怎么改啊？然后做甘露梨香牛排。甘露梨香牛排，对，什么啊？理想中的梨香。理想中的牛排。对，还有梨香。梨香牛排。因为我最近我也跟你老公一样，我也在看食材嘛，只是需要很大量的高蛋白哦，我就是选择牛肉嘛，那今天就是牛肉嘛，因为牛肉它本身是有一点点的无聊，所以我们要给它腌制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李翁安泰超大，这个刚刚我们有吃过嘛，超级好吃，
葱、姜、蒜、姜嘛，还有梨子。我们要用我的这边的工具，哦，先给它全部弄成一个可以腌制的一个东西。好不好？一个酱，对，一个酱。明天出来切洋葱可以吗？啊，洋葱好。对，然后你帮我一个切小丁，另外一个切洋葱圈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谢谢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小心手，不要切到。好的。哇，这个柠檬啊，碎暗多哦。碎暗多哦。肉公我是牛膜，牛膜，给青好吃，青好吃哦，青好吃。那你应该牛的料理也蛮熟悉哦。尹定爱气嘎没有在吃牛肉啊，做马该某事哦。尹定爱吃牛肉会过敏，但是身体会起一粒缝嘅。是哦。啊，唔过根本你。爱会吃你嘅料理，你们有意思哦。因为唐起来正经动体片呢，哎，还蛮食过牛肉搭水里的，水里的没错。东上提供吃起来嘿，马该感觉。我们刚有加了我们的蒜末，还有我们的水梨，我们现在要加这个姜嘛姜。那个味道啊！哇！有没有？哦，有，很呛。但还好是腌制它而已。哦，你那边有的小丁的，你那边发生什么很难过的事情哎？连我第六感很敏感哦。你还好吗？哦天哪！很凶哎，阿婆嘞。按用做对吗？哎，做对。做对。我们要加进去我们的腌制料。可以哈，会不会跳抖啊？这可以。然后我们拿我们的叉子在牛肉里面戳洞，才可以入味。OK， 那我们要先拿我们的小袋子，我们先把牛肉将进去我们的袋子，然后接下来这个要倒进去，先关起来，你不要有我们的料跑出来。好，它拉。对，这时候在家里如果有小孩，你就可以给他玩。我不用 OK。不用1个小时。对，就好了。哦，哎呀哈，我怎么改？我们先去旁边休息。叶坤。叶坤嘞，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已经做好的了。啊，这些么？都冇空用，对，而且你闻到它的味道，看起来很入味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先加一点点的盐巴在上面，一点点就好，就为了它的一点点的挑味，在它的上下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用香跟葱，变香以后，加牛肉，然后我们再加我们的太条葱。洋葱是可以 caramelize， 焦糖，对，焦糖化之类的焦化吗？焦化，它就不会有它洋葱本身有的原本一口一四给抢啊。没错。其实我吃到牛肉做这个，好啊，火候感觉控制得很好哎。你确定吗？不会太大的感觉。不会太大。哇，这个等一下就不得了，我跟你讲。有呢，有按钮给香味，赞。等它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剩下的梨子再切片，很像那个搭配乌鱼子的那个概念，一小片。反面一下哦。按钮就很香哦。按钮。帅。啪啪给。哇，好香哎！切洋葱，对，洋葱开始。我跟你讲，越简单越好吃哎。
跟你换。哎，东南好像可能要换个刀吧。呜。那我加一点这个当最后的烤一下。我们要不要看一下熟度？这个看起来可以耶，感觉还不错。OK， 那我们应该就可以慢慢开始摆盘了。好的。会加一点的米丝，可以，胡椒。胡椒。胡椒，我们的那个洋葱，来，都不腻。噔噔 ，bam！ 哎，冻姜呢？冻姜嘛，很少人在称赞我煮的饭，谢谢。我要给你一点信心。谢谢。毕竟也是我跟你一起做完的。哎，对，没有错。成功啊，我觉得很成功。啊，哎，吃饭吧。吃饭。吃饭喽！吃饭哟 OK，Go，Let's go。我们从哪一边开始？剪刀石头布好了。你确定吗？剪头石沙头布。好。那我选哪一个？好。我觉得你的感觉好像意大利餐厅会出没的一道菜。这个很像马盖东西做马盖东西，给什么很高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松露啊什么的，然后一定要有左这个字。对，然后里面是什么白饭啊什么？好，我们来吃看看。吃看看。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太咸了。那不用用刀给。不会吗？不会。重点是，如果配白饭，不懂取咸，这个咸度我觉得刚好。我的天哪，你老公好幸福哎！他绰号叫什么？他叫阿仙姑。阿仙姑。阿仙姑。好好珍惜哦，哇！他每天都在家里吃到吐哎。吃到吐？因为俺弟会来做节目啊，对。然后大概煮了1个月的调查本给生，然后给这1个月的这个。对。给这个为什么每天桌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料菜？还好今天排完，再一天就要去西盛嘞！我的天哪，阿贤哥哎，辛苦你了。但说实话，好好吃，很下饭，很下饭，而且它的猪油的香气整个跳出来了，也没有被它其他的调味料盖住了。而且调菜不会油油的，对，真的不会很油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会，省工啊！耶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牛，我要吃一点点，可以。我可以拿这一块吗？来，小块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放一点点的洋葱，它下面是水梨，中间是牛肉，它上面是开条洋葱，对。真挺浓厚生哎，真挺浓厚生，我不再录煮饭的节目，因为今天是我煮饭最好吃的一次。我以为你要去种梨子哎，你要种梨子？好好吃哦。还要问那个老板有没有熟土哎，想不到这么搭哎。对，它的洋葱很嫩又甜，而又搭上这个水梨的脆度，牛肉又很嫩。我要配你的搭这个，有一个鲜甜的概念。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你也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吃的是吗？他也受不了了。你是不是闻到？你讲真紧的，都好吃呢。这个你不能吃，你不能吃，不能吃哦。不行，证明说我们今天煮的真紧都好吃。
连各种动物都过来了，都想要来吃。哇，今天好快乐，好快乐，根本你。所以都按到嘅好食嘅料理，也认识很多厉害嘅人物，厉害冠军啊，按到嘅冠军，按到嘅冠军啊，李凤嘅冠军啊，係客家炒肉嘅，炒肉嘅，偶像都要在咪西，就真嘅，還是很想念吼，還是很想念，對，哇，啊，以後你會不會常常想要來三灣？我會，同朋友跳下來，然後看這個就享受這個好山好水。沒錯沒錯。今天成功啊！成功啊！感謝，謝謝你今天帶我3碗。3碗，好，3碗，繼續3碗飯，繼續來吃3碗飯。對，3碗飯，繼續吃3碗的飯，好。